與其話香港飲食俾人睇死，更加可怕嘅係冇人願意繼續堅守。魚蛋10蚊9粒，燒賣10蚊6粒，究竟一日要賣幾多先可以賺到22萬嚟養起呢一間150尺嘅鋪位仔呢？答案就係22,000寸。假設一個月返足，每日開10個鐘，咁一個鐘頭就要賣73寸。今日我哋嚟到旺角登打士街，直接訪問老闆點先可以做得住。正常做到嘅。嗱，佢其實封關嗰陣時咧，我哋就着數個餐廳啦，因為餐廳有禁堂食啊嘛。咁我哋呢度買咗就走啊嘛，類似兩餸飯咁樣咯。變咗嗰陣時反而仲可以做到，跟住直接做到23年開關咧，嗰年爆咗啦。19年嘅10月左右啦，即係突然間排隊啊嘛，啲人未見過噶嘛，係肥姐排隊啫嘛，我第二個排隊啦。嗰時排都幾犀利㗎，起碼5-6個鐘頭啊。其實睇返呢個鋪位，老細好生意唔係冇原因。首先係地利，佢鋪面夠晒闊，而且喺登打士街同西洋菜南街嘅轉角位，食正兩條街嘅人流。無論係行過女人街或者西洋菜南街，行到攰攰地都想嚟掃街。第二點，可能大家冇乜人留意，就係威威小食前面嘅街，其實都幾闊，令到啲客人買完嘢食之後，可以直接喺度食埋先走。咁當啲市民行下街嘅時候，見咁多人圍埋喺度食嘢，而且食得咁滋味，咁當然想食埋一份。第三點就係佢嘅性價比。我哋去過其他鋪頭比較，威威小食無論食物嘅質素同埋價錢都係最啱小市民同埋遊客。招牌嘅凍食八爪魚大概40至60蚊，之後篤多串魚蛋或者燒賣都係10蚊，一凍一熱嘅配搭只係50蚊，價錢係啱啱好，又有香港特色。最重要係老闆都好着緊食物嘅味道，用料好又實在，有麝自然香。品牌建立之後，久而久之就成為咗旺角名物。不過近年遊客量減少，老闆都直言生意難做咗好多。同我最高峰嗰年比就1/3啦，做1/3。總然之有冇人埋嚟食嘢啦，人又係相當多嘅，行多咯，就食嘢少咯。就香港客就你都走咗100幾萬中產啦，嗰啲主力消費群嚟㗎嘛，走咗咁樣變咗弱咗好多啊！唔係啲餐廳唔使執得咁凄涼啦。咁我價錢就低翻啲咯，咁我而家要做翻低啲咯。同埋跟翻呢個市道啦，如果太貴個市道就係好難做，減價加嘢，咁會做翻魚肉湯碗仔翅啦。呢個都應該係主力㗎啦，因為嗰陣時夠做我費事諗咁多嘢啦，又話唔夠做先要諗嘢，如果夠做唔使搞咁多嘢嘅。